由啊，怨叹命运无理由。人生啊人生，人生啊人生，钱银较多，啥人无想？有赚嘛着会晓守，才袂行行看人忧。朋友啊朋友，安定生活上自由，平安就是福禄寿。就是老这二条的人，甲咱解救的呢。这是？是啥物啊？伊的名叫做白乌鸦啦。白乌鸦？这二条内底吼，佫写讲叫咱替伊照顾古泉山骹一个名叫做何春琪的老阿婆啊，就算讲是咱即摆回报伊替咱解救的恩情呢。死走鬼啊呀！是。吼，讲甲恁这个死走鬼啊吼，害这两位大捕头啊，伫开机洞内等规半工啊，还佫伫咧烦恼恁两个唔知去拄着菜花菜啊未啊？吼！是恁哦，你找阮要创啥？阿德，咱是找伊要创啥？我知。我知啦，你是毋是为着顶解阮要饲在当家的代志，要来掠阮对无？来啊，动手啊！对，今仔日吼有阮师傅伫，看你还佫有啥物办法来接阮的班？吼，讲甲恁两个死走鬼啊吼，规工家是要讲起骹动手，哈？要是讲以后敢要嫁出去，吼！别安啦，来，讲话啊！是咧讲啥物啦？吼，我实在会哭啦！无啦，恁两个对我到开移动的目的是啥物？你敢无去真心？你毋是讲有话要甲伊如讲啊？我吼，为什么话？你讲啊！讲啊，免惊，我互你哭啦。阮两个迄彩绘在按咧当兵门遐行啦，请两位国民小心，来等。哦，讲甲你实在较无路用呢。好啦，你若唔敢讲哦，我替你讲啦。一如啊，必安吼，要叫你去因兜食一下饭啦，想要甲因爸母熟悉者啦，哈？嘿，阮是哪去因兜食饭？迄嘛咧真奇怪呢。阮食饭煞袂晓找所在食饭哦，都爱去恁兜食饭哦。讲甲你实在较戆呢，家己食饭爱开钱呢，去因兜食免费啊。我来讲啊咧，代志是安尼啦，都祝福我吼，今仔有找着梅兰婆啊啦，去因两个人的厝吼，有甲恁两个讲亲情啦。啥？你甲阮两个人讲亲情？是啊。安尼，免惊免惊，大概是伤欢喜过头啦。查囡仔人吼，听讲要嫁吼，拢会安尼啦。人看到我要艰苦死，哎呦，我爱哭。笑死啦！人嘛袂嫁啦，你看，因这做迄落型的，一个哦戆又搁呆呆啦，安尼敢一只不灵死咧，拢才不爱嫁，哪会嫁伊啦？无爱嫁，去！吼！无啊，恁两个安那啥共讲甲遮歹听啦？你看，看好真足啊！一个人的外表算啥物啊？
才会内心善良，挺上进，安尼唔才有重要啊！就干那使啊！我看吼，这项代志从安尼准拄好呀。啊，伊甲我学落甲安尼，啊，若搁甲伊勉强吼，我行情嘛拍歹。多心，就干那使？朱姑娘甲我捧到安尼，我听了嘛会起鸡母皮。这项代志煞煞去啦。等行。小等咧啦，我去甲两个考卷看卖啦。凡事啊有希望，嘛要定着啊！啊，免，咱两个今仔互学落甲遮水气，咱行出来嘛，着行得较水气咧。行，对，姑娘，再见。人都已经看破啊！你搁来哭啊，较真的咧！师傅啊，你根本就无心意嘛，若无哪会话走就走？得心嘞，师傅啊，师傅啊，人唔错啦，伊安尼吼，互人足无面子的，师傅啊，人唔错。哦，恁两个头拄仔共欠仔无一只条呢，即摆煞讲一款话啦，我死！师傅啊，我即摆想通啊啦，你心肝善良吼上最重要，你人较歹吼，不要紧啦，好啦，师傅啊。那我嘛想通啊呢，师傅啊，人讲吼，人讲的人较老实啦，一切都由师傅做主就好啊嘛。安尼。好啦，我实在有恁两个的母事啦，两个妖鬼嫁死你啦！好啦，包在师傅的身上啦。多谢师傅。怪靠！为什么记着本官唔肯下跪的何春吉？本官伫甲你问话，你也唔讲嘞？待人为官，公正廉明，使人钦佩。但是民夫自有不能向大人下跪的原因，详细的原因不便在此明说，敬请大人原谅。本官只是甲你讲礼数尔，既然你唔肯下跪，本官也无要勉强你。无叫诶，在。小等你带何氏去库房赢一百两银，了后平安来和尚转去，知无？遵命。退堂。你是讲，你伫咧厝内听到外面有乌鸦的叫声，开门一看，就看到董世英甲崔文杰的尸体倒伫咧门外上。哦，对，事实就是安尼啊。那安尼讲，是有人故意要将这个200两的手金送互你啦？这个人到底是啥个？我嘛唔知。我有一项物件吼，伫咧饭店的，我想讲要先煞来摕。哦。一品名山，万年福地。这北山水道所画山是倒一个山咧？我嘛唔知，这是阮组团的物件，前几日我摕来转来，这包无唔忘对啦。掉了哈，多谢你。没啦没啦。阿婆，这是什么所在？这是我咧住的所在。哦，安尼，哪有这么多武装军士守在你的门外咧？我知影什么人来啊？无你送我到这就好啊，我家己入来。是倒一位大官教人福州城，我啥人拢唔知咧。这个人到底是啥物人？甲你有啥物关系？你莫问遐济好，非是这个人，连恁福州知府大人都惹袂起。啊？真多谢你送我转来，
尾你来。你是什么人？我是住伫遮的人。哎呀，伊如你较较紧的吼，是不是？两位姑娘，正拄好，伫这个所在又搁拄着两位姑娘。咱最近是了有够衰呢，行到倒位，就你拄着鬼啦。啊？老阮啊，老师傅讲过2天啊，就要替你甲番家人正式定亲啊！你到即马还阁对人迄种态度？哎，迄师傅讲话哪会当准算？我即马若无先压落底吼，连间我来食入去还价，我就刚好。喂，你咧叫我啥？我毋是咧叫你叫鬼哈。哦我问你啦，你来遮要创啥？我是奉阮大日的命令啦，护送一人转去因兜啦。啥物人？一个叫做何春基的阿婆啊。何春基？嘿，哎，你话，伊讲的这个何春基，敢毋是迄个叫做白乌爱的人，叫咱定去照顾何春基啊？应该是共一个人才对啊。错咯！什么啊？我叫你带落，你听无遐？阮拄仔好嘛是要去迄姓何的老阿婆因兜，你无拍信，所以叫你带落。阿婆因兜这个时阵有贵宾的啊，恐惊恁现在去啊，无方便啦。贵宾是啥物贵宾啊？是。上，马上再动咯，上。这个图就是阮阿兄千辛万苦我所找的成功图。我想应该是无毋对。我也是迄一天啊，雄雄听到令尊驾成上书提起，我才会知影。一品名山，万年福地。是阿婆迄张山水图咧。假成上，敢会是假成上？请问两位姑娘，敢会当帮忙载下一个咧？袂用的啦，无时间，行。有啥物代志？你讲看卖咧啊？替我军中迄张桥啦，查出迄两人的身份啊。无啊，你有脚有头脑，你家己别去紧张了，哈？因为我身为官府的人啦，行动自然无啥方便啦。求助你，阮嘛是有代志要办的。好啦，无我替你去调查看卖，我坐去就用了。无啊，一路啊，你哪用帮我一个人伫遮？一路，我嘛是算一个人啊，啊，搁有我伫遮啊。你伫遮要创啥？定地啦，啥嘛？定地啊？无你搁带你遮要创啥？毋着带我去见迄死货啊，阿婆。是，请。上，卖动了，上。大哥你是我。你哦，害人惊一个。我还有重要代志，袂去陪你，叫回有记。阿婆啊，你到底有啥物委屈？也是讲有啥物人甲你欺负？你甲我讲，我自由分一定甲你斗3工。是啦，是毋是拄则走迄阵人将你组团的山水图摕走了？你心内才会艰苦啊？多娘娘，算啥物？我来怨叹，伊哪会用迄款态度对待我？伊是啥物人呢？当今的杀父嘛，李雕像。当今的杀父嘛，李雕像。朋友啊朋友，安定生活上自由，平安就是福禄寿。
三五仔来过这个所在。不是，我讲唔对去，我乱讲的，不是啦。阿婆，你莫搁骗我啦！你甲三虎妈到底什么关系？那无以迄种风清国切、遐尔啊尊贵的身份，是安怎会千里迢迢为京城赶来你遮？伊搁是安怎会提走你北山水路？我甲伊无关系，亲像遐一点仔关系都无。伊来甲我买倒的啦，来买迄北倒的啦。是真实的。伊知影讲吼，阮有一百迄落组团的古话，所以专工为京城赶来甲你买倒。毋是咯，毋是专工的啦，伊是为遮过新线的。若安尼，甲你买迄北道的钱，伫咧倒位，敢会使罚看卖？有，因为我足济钱，我来摕来互恁看，我摕来互恁看。我藏伫米秧的内底，我摕来互恁看。玉芬啊，伊是毋是咧欺骗啊？今仔在公堂上，伊记着咱大人拢唔肯开，而且坚称伊只有不能向咱大人下跪的原因，可见伊的身份绝不平常，一定甲少妇妈有啥物密切的关系哦？啊，敢是这也无，就是少妇妈的母亲。可能。啊？嘿，阿婆，阿婆，嗨咯！嘿，咱去互骗去啦！伊对后面门走咯。我吼听咱人婆仔讲，要嫁哦，咱无救啊，迄个查某囡仔吼，就住伫迄这附近的山洞内底啦。啊是讲吼，迄个查某囡仔有去食无？啊无，较住喺山洞内底啊。迄我变哪会知影？迄是你糊涂，随个凊彩乌白答应人的啦。准做讲伊是一个去食过哦，你嘛是爱承认啊，对我懂？哪是要承认啥啦？你看卖，我今仔日吼听讲炸这物件，就是要来甲看卖咧。啊，假使我若是无介意吼，嘿，我即摆要后悔嘛，还阁会负咧。迄我自早就知影讲哦，讲出来话永远无算数吼。哎哟，阮这个拗茶白婚姻哦，自早我就甲改步调，安尼就变遮艰苦啊啦，对毋对？啊，等你啊，家己坐伫遐细细念是咧念啥的？讲哦清楚，搁讲一摆。我都无咧赔钱的，我都讲一摆。啥的啦？无啦，无安怎行啦。哎呦，阿婆啊，危险啊！哎呦，迄唔亲兵是安怎？咱遐无。阿婆啊，但是你是啥物代志咧想袂开啦？甲阮翁仔某讲，无得讲吼，阮会当替你排解嘛，无一定。你莫甲我动。我感觉我喺这个世界一点仔趣味都无。阿婆，你哪通安尼生讲？像我啦，像我就好啦，伊咧带着不贤的家后啦，囝佫唔听我的话啦，跋筊唔捌赢啦，酒佫啉一下，我感觉活你这世界哦是非常的爽快，又佫兼美满啦。你为什么原因一直想袂开咧哈？啊佫煞落咧。啊，你是安怎啦？我本来有一个囝真有孝，即摆嘛算唔错啦。我媳妇也来过身去，我活在这个世界有啥物意义？听你安尼讲起来，你实在是有影真可怜。我嘞也无啥意思啊，规矩，你死了。对啦。我唔是这个意思啦。啊，无当你是了后白讲啥的啦？啊无啊！啊，你敢真是拢无所在通去笑？本来是有啦，即摆连阮后生遐，我嘛煞唔敢转去。我惊吼，去误了伊的前途，甚至会害伊叫人抬头咧。啊！害恁囝去互人斩头，这是安怎讲的？一言难尽。一言难尽，是啥物意思？我做一言难尽啊！啊！哎呦，讲你无学问，你阁唔承认啦？煞唔知有话无得讲。啊是讲吼，你若是无小气嫌吼，
啊无来阮厝住啦。阮翁仔某吼，一定会甲你当做敢若阮亲生的老母，安尼甲你友好。真是。真实的哦，阮讲话毋捌骗人的，你放心。啊，你即马吼，大先生甲阮斗阵来去看阮的未来新妇，看生做啥款吼。了后，我才带你转来阮兜，啊，咱斗阵大啦吼。对啦，斗阵大较有伴啦。是啊。啊，你敢方便？方便。你敢好？好，你好，行，咱即摆先来去吼。啊，心肝甲放互清吼，万事甲放互煞去，安尼先就好啊。啊，老大人啊，你安尼伫操完嘛是无路用，我对毋对吼？是真有够戆啦！你是咧讲啥？迄对翁仔某啊，迄戆呆，迄两三句话吼，都去阿婆所骗啦。哦，你对来看卖啦，行啦，大口袋。哦，第二声到啊，开机动，这就是啊啦。奇怪咧。哦，啊，这个环境阁足水的哦，你来看卖，后樱花，啊后桃花啦，安尼吼，无先去食东啦。恁未来新妇就是住伫咧遮哦。迄有呢个早咧啦，迄是讲哦，无定无地人来做亲情啦。阮夫人啊吼，伊后来先去答应人啦。根本哦，阮迄未来新妇，那生做圆啊扁啊，都还佫毋捌看过咧。迄著看到人才知影讲，伊生做安怎，才做决定啦。等咧，哦啊，你倒也真好面使安怎？骹手阁真好，安尼屁着屁一个就出来。哎，这毋是咱厝呢，啊你安尼乌白啉，万一来啉中毒要安怎？我用早个袂记啦，这啉酒介猛，这猛。好啦，煞去啦。啊，当来到人家，毋着看有人伫咧无？安尼才是无礼貌。有人伫咧无？有人伫咧无？遮济啦。你真奇怪呢，啊，迄对戆仔某，毋是讲要看未来新妇，安尼做会阮这开启动啊？无毋对啊，因未来的新妇可能住伫咧内底啦。无可能啦，这开启动吼，除了阮叔，敢若我甲伊两个人尔。咱定生活上自由，平安就是福禄寿。毋是讲要看未来新妇，安尼做会阮这开启动啊？无毋对啊，因未来的新妇可能住伫咧内底啦。无可能啦，这开启动吼，除了阮叔，敢若我甲伊两个人尔。啊，敢毋是迄对戆仔某？还佫戆仔某，因两个就是我阿爹阿娘啦。啊，你安怎讲的啦？啊，你敢有互我开嘴讲话的机会？歹势啦，人俗语咧讲，不知食无成罪。哎，你是要跟阿爹阿娘，我别讲啥哦。我敢会晓讲？啊，即摆咱要安怎啊？咱来离去啊！啊，你去！啊，卖啦，我看吼，林刚啊吼。为什么啦？为什么？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哪有人这么高明白？你开头要见人的啊！我再讲。我在讲啥啦？再讲吼，你应该去向你阿爹甲阿娘吼来向我提亲啦。哦，你就是讲迄天阮师代表我去向你还价求婚啦，哈，甲我拍生活袂承认啦。哼！结婚！遮尔凄凉，我是要安怎入去这间大厅嘞？奇怪，这间桥内底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迄到底是甚物人？是安怎？我看一个入去。知府的府衙，都拢无搁倒出来。
仔徛踮遮，看因伫送点心，害我规个骨头拢枵起来。免惊啦，来。是你哦。来啦，这套是我拄啊伫迄厨房遐干数的炭烧。你紧张我是无要紧啦，你敢毋惊去互猪户内底的人发现？安尼你煲头的饭碗是会飞去哦。你也要紧。啊，当我这个煲头做了，也毋是咧外请赢啦。你食好饱，你平安较要紧。来。安尼人歹势啦。啊，搁知影好歹势。哦，这个地点才搁袂歹，真清静。来，这支互你食。哎呦，咱会歹势啦。袂要紧，啊，共数就共数来，无食互拍算来。安尼哦，安尼我就无客气啊。豆豆食吼。袂歹食，袂歹食，才有搁有来。多谢你遐尼关心我。哎，莫讲迄啦，迄人伫咧讲吼，有缘千里来相会，会当相会吼，啊，就表示咱有缘。啊，咱若有缘吼，就爱互相关心，哎，莫吵咧无用啦。啊，你哪会坐支手啦？嘿，啊，我的手都伫咧。哇，真感动哦！好，恁的谈情说爱，气氛阁袂歹，啊，这个地点嘛真好。安啦，我另外阁找一个所在，互恁两个人讲一个较有的。来，来！是。迄两名干细来的，敢有查清楚？冰小姐，迄个查甫是连安县的，葡萄叫谢必安。啊，若迄个查某的是。查某是啥物人？禀驸马爷，查某伊自称是白衣奴，其他伊无讲啥物。哦。那伊即摆人咧？人，小孩即摆将因两个关伫咧地牢内底。地牢？放到这里，拢嘛是我害你的。别讲你啊，我吼。你哪免安尼讲啦？其实。咱只不过是私闯府个，大不了坐牢8个月啊。我是无感觉啥物啦，也毋过惊你捕头的机会会拍无去。你哪会讲安尼？啊，你嘛是受到无求拜托的，啊来这来这冒险，啊这甲你也无关系。你哪会使怪家己？我甲等下若驸马爷若来吼，我要绝对要甲伊讲清楚啦。我相信伊唔敢对咱安怎才对啦，你放心好。我认为啊，爱将恁两个杀人灭口，以免后患。为什么？因为因两人分明就是经将仙宫带来，假使若无将因人彻底来处理，恐惊我甲令尊共同的密谋。早晚就会来暴露。我认为三驸马甲阮阿弟的面已经不止因两个人知影。哦。因为谢必安是连江县令王监长的属下，的确就是王监长派伊暗中伫咧群众。若假是安尼，我连王监长也要用去放煞。你拍算要安怎做？叫福州知府，以暗面想办法引王监长来，然后，那伊敢毋是会脱离着福州知府？伊是阮阿弟最得意的门生。
不如就多杀人。听讲社比啊英阿鼎是伫咧开游行，咱应该叫知府代理，伫咧英暗的宴会，就选用社比啊英阿鼎所袂土地，然后对，然后想办法让王公忠先来打你，只要伊吐一嘴的菜，人硬落后，无正义，马上中毒就来死亡。如此一来啊，如此一来，咱就用咧将杀官之罪，拢杀到社比啊英阿鼎的身上。对对，哈哈哈哈哈！真是好命计啊！前我食酒食过了10年哦，今仔去啉一个足爽的，搁去撞着毒手，吼，迄个酒干那山，足好啉的。阮家咧美丽呢，你规穿裤，规厝叫个呢，酒干那山，连工啊吼，当着我决定甲你拼一个彻底的。拼你去死！哎，讲啥物要去看新妇啦？安尼去一包吼，连一只好心蠓仔嘛无看到。紧啊！今仔去看无，连工看嘛是还阁伫的。连工啊，佮甲迄个酒干仔使，佮加啉几杯啊，偌爽的，你敢知？啉几杯啊？哎呦，啊你毋着足爱啉的就对啦。好，咱内底吼，迄热桶吼上大杯啦，看你要啉几杯啦。煞去，查甫人啉酒用啊的。因兜要开米店是？是啦，来，咱入来内面坐啦。来面坐。啉酒就啉酒，啉酒得啊！小等下，我知影，例话甲人抄蓝水，去互官方查着，爱甲人去关了，互伊查问事实无，我才会爽啦。哪你是讲啥啦？滚呀！卖生气啊，卖插面。若讲啊正搞吼，会使讲是咱福州城内底上出名的笑就是伊啦。我搞是啊，安那有看无？社记油行出品的啦，哎安那，即摆连知府大人嘛知讲我做油确实好食，所以才甲交代去滚呀，讲叫我摕一罐土豆油去啦。安那，这下我出名，我足赢的，安那有新鲜无？会赢无？安那是无？嘿，听讲安尼，我就当摕去啊啦。红干好食是12月，红旗好食是烂衰衰。哎呦，袂真正老着头衰衰哦，一点点哪有出头天哦。到底今仔日什么面啊？到哪哪？阿伯啊，阿公，阮边仔哪无甲伊斗阵啊？大概还阁伫咧衙门啦。哦，安尼啊。无叫诶。我听讲恁老爸老母最近甲你做一个亲情，是有影无影呢？也袂正式送定啦，要毋过朱玉芬甲我讲啦，这门情事吼，伊要阁重新做一下考虑，所以。哦，所以你才会结啊一个苦闺蜜，敢若去用倒回啊去安尼啊？唉，我来讲，你着要甲阮变啊小有者啦。若营无创啥吼，最好是踮衙门啦，毋通为着查某囡仔四界乌白撞啦哈！安尼会误着你的前途呢。是，多谢阿伯你的金言良语。阿伯啊，你看油柑也是要对啦。哦，你毋知阮今嘛，阮社区油行出名到什么程度？哦，迄知府大人吼，食了乌鲁甲的得志呢，专工叫这军爷讲来，你来叫我摕一坛去啦，佮叫我亲身送去哦。我想吼，
可能是要大大赏我一个，凡是下即个奖牌要赏阮这社区有效，我请甲掠袂掉。好啊，莫搁耽误啊，咱紧行。地府大人搁咧等咱呢。哦，好，我赶紧来，赶紧来。敢讲，地府大人所要宴请的，就是沙夫嘛？嘿，什么人？什么人？无人呢？地府暗宴要害连江官令，蔡中有毒，事后毙命，用叔叔阻止王大人前往。另有谢必安以及白衣如被禁在州府家的地牢，恐有性命危险。伤心人白乌鸦，伤心人白乌鸦。我甲白衣如险险就受迄两个彩绘仔所害，好佳在是一个叫做白乌鸦的人所救。这白乌鸦应该是正义之士才对。那呢，这份标示所写的应该就无假了。我应该先去阻止王大人前往府家，我再设法叫必安甲白衣如才对。朋友啊朋友，安定生活上自由，平安就是福禄寿。大人啊！大人啊！大人啊！环保头，啊，都下班啊，你搁来咧做啥？我是找大人啊。哦，大人哦，大人叫我请，叫我请。是毋是去赴地府大人的宴请咧？啊，你哪会知啦？哎呀，害咯！什么代志啊？大人是离开偌久啊啦？离开我，有一群啊，即摆应该差不多到后。啊，那安尼代志就害咯。这是叫做众兄弟进攻府爷啊！进攻府爷哦。连江官令已经到府衙，即时回复就地府大人到厨房监仓高度。禀驸马爷，啊若迄个社计油行老板要安怎处理？带转半路，以后就讲伊是毒杀案当中畏罪逃亡，会记注意死地一条。是，小下遵命。家官，这北新疆图，你可研究出伊秘密出来？有片云山，万年福地。我来看哪看，都看袂出这北山水道有甚么奥秘。以前我有听令尊丞相大人提起，这个仙江图就是要开仙江门的这个锁匙，只要若是拥有伊，就会当得到七卡莲花。这个七卡莲花就是传说中当年卢洞宾在这个河山谷遐赢走的迄支七卡莲花。七卡莲花，七卡莲花有甚么妙用？听令尊所讲，若是摕到七卡莲花的人，就会通施天降甘露、地涌七珍、马善祥林、家兴凤主、鸡蛋、龙豚，以及抢献玉的，以及三祖为地。三祖为地，这个是我甲令尊共同日报最大的目的。只要我一旦若是得到七卡莲花，相信迄个时阵，令尊一定会答应咱两个的亲事。将来咱生出来的囝儿，若是自然会受天命为地，到迄个时阵，
这台火江山就是咱的咯。原来是安生，也毋过你已经娶三公主为妻啊！阮阿爹明哪有可能答应搁将我嫁予你？恁阿大爷膝下无子，伊当然是希望讲你会当甲生一个好子孙嘛。搁再讲，只干我知影这个仙强道会当摕到七卡莲花，恁阿爹无将你来嫁予我，是要嫁予什么人呢？关系你甲我的命运，以后咱才定。暂时咱将然只莫让三公主甲所有人知影，只要将来咱的囝儿若是登基为帝，到迄个时阵，你自然就是名正言顺的太后了。你管你什么三公主唔三公主咧？嘿，做啥物？不，我只是想讲，当你来这已经几落天啊，我连你的真面目也拢唔捌看过。你应该已经了解，向遥交代，咱一摆出来办这件代志，我是绝对袂用保留我真正性，伊应该比我搁较清楚。是。你创啥啦？较细声的啦。你无看，啊，甲咱放就放啊，啊，就甲咱放假啊啦。奇怪，有影有够奇怪。啊，咱咧自家甲咱关在遮，安尼也拢无来顺头看尾，啊，安尼唔知啥物意思。我嘛感觉足奇怪。照你讲，因知影你是官妻。绝对无可能从你今要说的所在，我无来问啊。敢袂讲，伊根本都无打算叫咱离开这个所在，所以啊，你是讲伊要安尼点点甲咱创意杀咯？是安怎？是安那安尼？真可能。因怀疑咱了解因什么秘密，我发觉伊甲奸臣假事着中间，敢若要进行什么重要的阴谋，其中还佫关系一把新疆毒。啊，新疆毒。哎呦，恁这弟兄大人做人煞有够好，有够客气的啦。是啊是啊。啊，总共嘛一摊油了，我摕遮多花啦。啊，我麻烦你今日来要送我，啊，实歹势个歹势个。啊，那迄钱啊，是弟兄大人送你无毋对啦。啊，要我送你一纸是另外有别人啦。哦，啊，功夫哦。是啊。啊，搁另外搁叫啥人哈？元武哦。哦，叫。你卖滚生笑啦，我元武哦。叫弄你做。免啊怨叹免忧愁，荣华富贵唔免求，是好是歹在人手啊，怨叹命运无理由。人生啊人生，人生啊人生，钱银较多，啥人无想？有赚嘛着会晓守，才袂行行看人忧。